来看今仔透早有袂少人去总统府外口排队，等要参观总统府摕春仔甲红包箩啊。今年春仔是写绿春好春，要祝福民众新的一年哦，留着大顺，好甲有春。今晚你按对来，我伊新店，新店来，嘿是，哦，你老空店。 2025年元旦，透早一济民众来到总统府，领总统赖清德甲副总统萧美琴亲身发的春仔甲红包箩啊。有民众对别的县市来，也有民众看腻了规暝无困，就来到总统府外口排队。现场是排甲热长，一个一个在等安全检查，要入去内底参观领春仔。睇到的民众心情嘛真欢喜。就是去跨年，跨完年后就来升旗，升旗以后就想讲来提春联安尼。欢喜无？有啊，来无？因为头一摆做迄落带豆皮的红迄落，人阮厝迄落遐人看。民众展开总统府的春仔，面顶大大字写“绿春好春”。这是赖清德、萧美琴上任头一年所做的春仔。总统府有特别解释讲，这是台语“绿绿大顺，好甲有春”的意思。望祝福民众在新的一年通事事顺利。另外，总统府为新年设计贺年卡、红包箩等等，这顶头也有总统、副总统亲手画的狗仔甲猫仔。那我们都知道，赖总统是狗派，然后萧总统是猫派，所以一开始我就有一个想法，就是邀请他们的来手绘这个猫跟狗的图案，把它组合在一起，就有一种表现说台湾是一个就是有爱动物，然后植物多样，一个幸福自由的国家。总统府表示，民众除了通伫元旦总统府开放的时间来领春仔甲红包箩啊，搁来在新正年头正副总统到各县市公庙参拜的时，卖发予民众。也若总统府是一直到1月24有开放民众参观的时间，拢通领会到。记者卢尚祖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